王阿怎按无死的，二十头一些，单单按无死的。头班你就路怎个赶错路、石头路，头班嘛冇多摆啊，石头路嘛，其他嘛一艰苦啊，怎种下呢？我去检查到，伊烈士定系继续带去妇产科，迄面系9多年，9多年迄啦。人讲，哎呦，你个跟那么，你下子唔加么？唔过我冇成5多年，系嘛？出世都想象力啦，民国9年出世，想象力出世，农家人啦，农家子弟啦，讲8岁子入学读书，他嘛不公学教，特别日本上那公学教，刚读书，读6年毕业，他嘛不13届毕业生。第13届毕业生毕业了后，我这就考到中华高五，我这刚来了3岁啊，这中华高五，25届去考汽车就该多难，列东西桥呐，25届去汽车就该多，叫去拖，我就冇拖了，当我就冇拖了，按多钱的哈。我只摩托只带我卡天秀。台北日本就安尼，就是讲训练咯，就跟日本人来训练安尼。训练乜解？读书啊，跳舞啊。唔系跳舞，行军。按个在读书。个读书。讲就讲读书，按就个讲啊，读种就啦。青年团啊，迄啦，女子青年团啊。女子青年团的。青年团先就每先一届，按头中按到嘛，按到学校嘛，按到青年团嘛，就每学校先一届安尼啦，2届我哋从2届啫。你要真表演，我都有去，我都有做啊，我恁岛啊，他嘛不女子青年第1名啊，台中罗军啊，就看到哈，跟日本时代呢。休め。気をつけ。前、なれ。頭、右。なれ。前、進め。差不多。好。
考高就做班长，2年的班长，叫你家厝个辅导个人就做家长，又让又笨又小卡步又进气呀，又兴气呀，不当不当，哎，是吧？你在中港啊那，妈的，你给，快，你怎么的？干嘛好安抓，啪啪啪，规只张啪啪，包包，这个，可不你不要说的，开始啦，你给抓的你，规只抓的，脑袋这个，好高股包包了。有时太忙好，有时3年半，从几多干，怎样几多干，子去做同样，做开始啦，你去做样。那么按处理他们就拿单张就叫那是挺快。上班。哎呀，你上来了。给。好。我只有读中华公园，讲了，我转来了，写信转来讲了嘛，几多点，我转来咧。我同我叔伯老妈，官较熟大迄中行，车行了个土牛过去啊，东风太桥过去个土牛个就5分车个车头啊，去国5分车底嘛，唔要正经个太步车5分车头，直到讲我两嫂子大概1点停了，我这次着个，蓝色来裙了，谁拉复古啊，有把一个帮人家啊，像人水边个安尼啊啥嘛，谁拉复着喺度，在个裙着喺度，就行落去了。我两姊妹，我两个同我叔伯姊妹就讲，哎呀，安正可能着个谁拉复古落去了，两只一个皮箱，两个皮箱嘛，就落去了，我两个就种熟困了，棍子拿去了，我两个是上台湾开，我这次图书馆没开的，是图了7行转来，上看，几点钟来行，7行转来，是接几再可能很好嘞，就从他看起图书，一直pen，我这唔是图嘛个哟，一直pen。你讲嘛个疲劳喏，人疼嘛，吐出来给教书嘞，我自己可以吐嘞，就帮我吐嘞。交今年的学费交落去，大家月交个宿舍费，食费，个大家月交。我是你未吐了吼，上坡吼吐个骨盘、指标、样学，个怎样样学？迄修身体嘛是样班，样学检查，我班样学检查。女样去检查，我只吐6个月，吐今年才有考，6个月先生都交配的吼，只讲6个月去考看。个笔记考到将就去实体，讲你实体就在入面是拍布怎检的，4行了就怎下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、5个月都10个月了，4片的行怎下进下的。佢哋问你几多个月？你就讲，你样学，你怎下讲？
葡萄胎啊，样说鸡血，连嘛个鸡血，嘛个鸡血，嘛个肉，怎下讲啊？按这个模型啊吼，妇人就较小下咧，个模型种该做下咧。按个都市个学啊这种模型吼，个好习惯子，对上辈子运动了，按子学运讲，对下辈来内经啊。唔知内经因给个面上给看拍咧，安排咧给运装咧，内经。黑你都会用哦。哈？是真的。嘿，唔要正经的啦，是模型啊。掠王啊倒内咧，出倒内咧，掠出倒内，啊夹洗门开倒内安尼。按连啊装，消毒，用成消毒水，用成消毒，按个消毒水用成落，用成装。啊，加个我加孕妇用成第四样是我讲哦，敢若无讲，敢毋是无合格了。讲啊，搁了收养是的，安尼收消毒好让农业去，农业按这一命甲王啊头拿了，掠下是嘛个倒内底，掠满倒内底，掠满倒内底，因讲好咧，合格咧，好一万等于个机器个了，机器啪个机器落去，掠满个机器咧嘛，机器就讲。啊，伊讲个剪刀啊，剪刀怎啊？连那说的铁脚，我讲，今日我剪脐带的头剪，无剪，剪怎么剪？让他动作红啊，剪介绍，介过了是肉暗多，规日来肉，唔讲你买个肉，你就打开了皮，啊，你清流水，我你买个肉，就会啪。放下屁的肚子，来讲个就诊。屁的肚呢，我是样样不放走咧。俺个考试管就符合，还爱拼贴一下。对面我提讲阿不考虑就诊哈，就错个。因我们去按了样全透，哈，连透几多拍，这一门啊，门了好了，还得是红啊嘞咩？若是红啪个红字咩，太红字咩？一门。啊，都里面都个葡萄胎啊，个油胎啊，葡萄胎。我讲，样全部你起码个，我讲葡萄胎，样全体验，按你读到，样全判断，按你读多少，样全出字安尼吼，按照因哋讲，带住成个带住个二成工人要发图，那个就因讲啊，哦，稳真多咯。你讲你唔能几快你嘛？你又不讲呢？你又不讲呢？不讲，按几子地方不按讲，很难错。所以你那啥，按子我在面落墙哦，你咪是看到哦，在公家按太监人心性，按拍土他咸迄个，看到按电影讲，不讲先，点样讲？可能系紧张点啊错，还是错了一冇紧张嘅，就开始自问呢。个考试官就开始就唔满嘞，唔满嘞，他听伊讲嘛，过关的嘛，过关的，安尼啊，必须要过关，咁就过关就好嘞咩？资格就有嘞，上坡啊资格，出山社的资格就拿到嘞。啊，这唔是托嘅，啊钱交进来不清晰，啊都唔是托嘅，个钱冇拿上来呢，就将来就同讲听英语就要搞书。是吧？哎。来保全60万元呢，以后啊，以后好。时阵唔叫算盘啦，嘿啦，梗唔是的啦，年胎的是放拢来卖出，你较加啦，较加啦，较加。好啦，安尼就做险啦，安尼就险到咧，因为没险到唔坏啦，没险到啦，这个上天去啊。你25，甜菜，加荷兰菜，加片加保守100，100块，100块。太少了，买一罐几多钱？450，我买块8块干呢。我咧最重要，你公园买块青岛，你没有，你没一件咯，种起来没一件，数量种一件。胖是吗？什么？我叫胖。好啦，要做好啦，唔怕啦，好啦，係啦，安尼做好啲啦，落啦你啊，係啦，好。將來來屋下，睇埋故宮學教啊，教長，就係公要來，教長係唔好教啊，係咪啦？我喺藝學教咗嘛緊咯，
叫到介绍去太平间实习咁嘿哦。讲唔免啦，迄教书啊，我讲教长生，我唔免教书，我读了个散步啊，唔免读教书啊。结果伢头脑2年生到6年生啊，教长轻敌，唔知因为物价无法度负担，唔让无去读，长发高你教要才能到安尼啦。伢头脑按好，那啲教材啊吼，教书啊教材，那安太通，安太通，你唔读了教材读过，唔就要教咧，安尼讲，按太通啊教材就教唔来哦。按叫到本来去练习吧，一下子带教学，学生这个世界，加老师真正钓鱼，做政府南洋钓走嘞，就冇老师嘞。台湾人呀，日本人。台湾人咯，加台湾人啦，安子被钓走的就冇老师，是喺我讲读个命安尼啦。我讲我呢晓得60个学生，当年都研究个书，嘛研究好就当干部哦，我叫你免上班那位批个咩，我就叫我就冇来，我就冇来。我这个蛮记都6年生的老师，佢只有读高5，佢有老师的资格，佢6年生的老师，佢早教5年生、6年生，佢教高级老师，佢都正式的老师。就讲汉堡同讲好咧，也放完啦，离啦，我讲我有按干部，我唔晓得我，讲是唔得咯，高中先生啊，小困难咯，那冇是唔得咯，看爱你哦，就未来去了，就去到9年又按干部叫你来就叫3年，冇叫咧。认真来讲啊咧，是认真教。教快咧到入学个时间啦吼，入学个时间，那就唔晓得严格风气嘛吼，因都无读个高5咧，袂晓得严格风气。该调理堂啊，该按考唔出咯吼。哆来咪发嗦。哆来咪发嗦那是都按考唔出，都没教张先生，就讲，那讲礼拜6学生。推荐你嘞，并礼拜到这样子喺外去教学，个风情在哪来？喺外表样式，修样式表，这讲外修修样表，按个符号就是讲外列罗下照个罗，咪照个罗同呢，嘛个照个罗同呢，罗来咪发嗦啦西哆，你天几分，只因讲外看讲外看了就讲。你爱长，你爱短，你爱样式就是讲是讲年，讲4礼拜呢，也是无嘞。4礼拜呢也是无嘞，教长那个安尼，唔是国教嘞，唔都无嘞，也是大年学生证也是。6战数哦，4礼拜啊。4礼拜，也是无嘞。讲4礼拜也是无嘞，该也是晓得读嘞，中下都读，有的咪拍出来许多说番咯。下照、头照、咪照，中下子低嘞，高中在教外是无嘞，那怎么谈呢？就当要教学生嘞，该书拿来因谈，因就会唱，只晓得唱嘞，一年，因就因就会唱嘞。俺讲，俺学生因就去探看去个，很意思讲，俺老师。私の先生题目安尼出啦，我个老师啊，学生写伊题目我出到讲出嘛，我老师安那阿姨先生，面认人，无读2篇，顔は丸くて髪の毛は2つに縛っています。いつもニコニコしています。欣赏笑容无欠面啊，欣赏笑容教我咧，我亲爱我老师，私は一番あゆ先生大好きです。我亲爱我老师。安尼啲款学生唔好讲真闹，俺老师咯。俺大家，俺新嘅就是进公所的呢，给特别那个东西给，头世界。
免钱，2万人钱，头安都东西给。世界眼界，世马个眼界，然后太马步公立管理公司所公司，该学校就那个学前文啊，该高中先生该几去搞学前文啊，安尼的，该学校钱哦，补嘛啦。我真是来投入一个太马步公立公司所管理公司所公司刘阿次，月结几多钱？月结咁样像25条，月结25条，真好嘞了。头摆25条都真好嘞。学校佫补出5条，嘛就30条嘞。学校。几时钱会拿做去要下无？要即个留电。有我无出我妹的钱，咁啊我妹按到我这个钱，就告诉这2种人归下那个我妹，我无出我妹的书，我就摊掉我这图书，我拿一半给我妹，一半我自家拿去了。留起来。一半我自家念银行，我自家念银行。有概念呢，学生怎啊表现？我恁老师总教门讲起咧看到视频上3只牛郎嘛，美国的牛郎嘛，看到地落下咧，我恁是走边边入房间吼，一个房间吼入唔该，我恁规10个入一个，走唔切了，规10个入一个，手表怎啊嘛，人家他家钱砸出来了，救命咧，落个伊恁是。机关枪就射了，吼！机关枪就射咯，射了哒，哎，怎啊的吧？跟日本人看到啊个，把不他只弄一弄就话可怜嘛的啦，来生命这个都2万年了，把不他只弄一弄就话可怜嘛的啦，是安尼讲。他这个字，讲还了，等下下子，啷！个天日走不准啊！哎，得炮弹落嚟，得炮弹落嚟，天都冇一下就啷就來咧，就他講啊，那生命子幾多2萬年啦，唔是小學過生嘅，天上咧啷來咧，啊，就下子點咧，唔好講法咧，唔講做下才嚟咧，個天日走不準咧。你以前呢，没同我个人讲呢，上上下上得了呢，在天理公司讲呢，记得在这个天理公司的呢。哦，还点我不会神行啊，就很讲，好行来的，不是带裤肚粗的，不是带裤肚小的，白行啊看，学校无长，教室的木凳做下单单的，绵绵的，机关枪射了绵的。哦，甲伢子全讲啊，甲他嘛不装吼，被机关枪打死了，上上面的手表机关枪打开了，面就打死了，哦，甲子印传来了，好可怕哦，惊死了，真惊啊！冇事，像我们安尼学教授，就什么枪嘛，他就是反手炮。番薯长多，番薯泡大泡包，我也大泡包。我小早先买个呢，薯泡。迄物解？小薯啊，3行的小薯，伊买3行的小薯买来，皮烤派，刷枪，细细的，抹上的，就做死了。答案不是个薯枪，你看我看到个馄饨啦、炸酱鱼啊啦，咁个我先叫从来买来做，咁慢慢做么事，我用东西做细路件。是个薯泡啦、薯粉啦，是个香蕉泡啦、番薯泡啦，冇个啦，细路件个，是个国安多个哦，做下本地，日本是做下中秋节，一个人几多公斤文书安尼呢？安尼就垃圾，做冇都冇垃圾个呢。哦，是安尼，是搞5年久嘞。
到了也是摸了吼，也是变配了。用蛮忝哦，要系用蛮冇去搞嘞。用我来看日苏上次啊，我上坡呀。较好。今晚我上外些是忙得开啊，我们20岁样是得开日啦，后摆我那开日上坡啦，日本是叫我那开日上坡，后摆讲上坡，人家蛮讲珠山寺。哦，上坡。你见肚脐，两人人，莫尖尖，莫当红啊！那考试又问到，你嘛个我讲剪脐带的剪刀，铁面迄嘛个两人人，莫当到红啊样。你嘛个机械钳嘛，个脐带剪了卸不来，机械钳嘛，当然叫机械钳。手术了早嘛就了，医生个早就了机械钳。两个机械钳嘛，两支只机械钳嘛，三坡天桥种到两支，肚脐个一支，两个就一支，天桥两支。安尼平时刀就夹肉个，就平时刀啊，要夹肉，夹点面，夹个要夹个，安尼就剪刀啊，剪红啊肚脐个啦，好鸟啊啦。也偷太片了啦，也偷太片了，偷鸟啊！你那个太片了啦，俺要装小吐血，小吐血了装小吐血，录小吐血。你个还做嘛？夹，你咪夹你也夹个啦，你咪夹个，你做下10个呢，你做10，俺要刷。茶壶装了下来呢，手指甲做好实枪，你刷了剩下来呢。俺俩红啊卷出来，姜啊许多个几个太，呀，气缸卡低得落气管来干，呀，就装落去，就做起来，几乎许多个属于了都垃圾嘛，啊卷出来红啊再去来开了，就接落去做起来，这个垃圾去了。气缸卡气管来啦，要安尼气缸卡低低，安尼就当起个带，用那个带，要浸热水，浸酒精，按碰带呢，哈，安尼就穿红啊结球，卷出来红啊结球穿。跟用板穿啊？有其他海的咩？按提包好读带读海就来穿咩？看结球安尼啦。那揪下针呢？揪下针嘛。哦。迄种样是揪下呢，你要做10个啊啦。你混一针啦，你点把混一针啊？那个温度计。温度计嘿，总还热啦，当中热啦。哇，那条东西日本石头多厉害吗？系啊，你日本石头就热啦，要做菜锅。你點樣除過？你做下，喂，你個臍帶布兩個做下裝一團，啊做下菜過喏，菜就白土菜塞起喏，樣是得用啊。俺哋做下10個。有冇？冇。用唔落嚟。梗冇，梗係我床下用。哦。平時當我床下用，你都唔使用啊！我都講啊，你都冇當時你都唔使用。노 하나 지루 캬바레테 오테 고요히 와카레루 마지노 가도 스테루 피자나이 와카레테 시다시 미테 마테요토 유코도사冇聽到，冇聽到，係啦，對啦，唔見聽。我是小太太同我哋嘅
那个三无先生，三无五是一段期的。哦，姊妹个个哦。咩姊妹啊？係呢個係天啲那算天三嘅啦。第三個個吼。係啦。我啱講出來，自當派嚟學原來我講帶伊小婦上課嘅啊。自己啦，啊當江咧。嗰擺就睇路啊，係咪下手路呢？啊，四條咧。佢係咪講吹東西係咪熊富山個嗬？係唔係來啦，我啱出來咧，耳毛落，耳聲真唔咁落。啱啱好得幾條嘅。東西哦，我就係係啊。係啊。啊，我都擺哦，岐山人。啊，我都把到了新北公哈，还是标配的。啊，像拖个海啊，去入来哦，啊，那么多是从海啊等，哦，去不到。咁啊，啱上次點嗬，輔導豐原小婦山課啊。去輔導豐原哈，伊婦山嗰個。三講冇班嘢。三講冇。上次點嘅啦。嗰是我上班該是唔啲嚟啦嗬。咁啊唔啲。咁唔啲咧，我乜大海迄個應答應我嘛嘅。咩男嘅啊咩血煙，乜顏色啊都當少咧，我當少咧。我是當少，再兩年喺我都唔敢去當咧，我都唔敢出嚟。唉，當少看落咧。你講到。係講到，講到唉，你個羽毛夾來叫到來。其實還要講日來送包。不都試試，我去點嘛嗬？哎呦，講出來就試試，下個台就試試，因為佢都是安泰嗬，頭日講喊破橋啦，頭日啦，講喊破橋啊，我講哎哦，人都是安泰喊破橋。我講唔清楚有樣上叫我頭日喊破橋，啊你都是安泰送包就都是安泰就破橋。破橋安尼，係呐，按住快點喺埋去，就抬出來喲，這麼試試，開始就抬出來就試試。兩個細妹係細來下嚟。你兩個兩下細麼？細妹定係我唔記得了。係呐，就一個講，按不熟10點5晏就出社咧，上我自家當啦啦，太平國際咩真正啊，喲。啊，兩對落嚟喺我講，阿爸媽，咁嘅啫嘛。佢講留來發嘅本樣，我做嘢了安尼講。我講我啱出社咧，佢講我啱出社咧，佢唔同我講羽毛落啦嗬。我啱出社咧，安尼講，我自己用行到講幾點鐘了，佢就同我看我三婆時候，我就用行。我講啊哦，我們去那下講全部都是吃的安尼講，我係去到尾就隔壁個3、4個婦人家都講退休了吼，佢講啊邊做，就叫你做，天來做，三個都講，三蚊鐵一個都是講個鮑魚冇出啦，我去到尾佢講啊哦啊。人都三件喺度忙當啊！我去到我講好得冇當，你當都去慘咧，嗰就快咧，好得冇當，我去到會繼續當派。啊，咩叫自強啊？嗬，咩咧前面冇自強，應該公平自強嘅啱啱。呀，佢都是冇自強。冇咁啱自強，我佢自強唔知做咩，都未嗌講，先生就做兩落。啊！唔好上10點多，去醫院諗佢照樣喺埋去呐。好得佢冇當派，有當派佢瞓覺就死派啲咧。按住做兩來咧，我講唉哦，呀個台盤，我吃當起碼是嘅台盤講做兩來。做兩來，自強嘅幾日早就過來兩咧，我講天作過來東昂來講，一片來一片松啊嘛松出啦，啊間度個飛人家講，按三個是歸按部都是按你田裝都唔好出，按怎麼按強就多位置穩裝出，我講按望我吐血吐啊怎麼，我三婆怎麼，
然后那年就把长出来了咩？头班人怎讲？有福气食几条香，冇福气四条标，是咩？讲条是四条标嘛？啊头班啊2年咯，叫我安尼嘛个安全，冇以前讲叫我安死嘅啦。你像我26岁做到65岁，我唔是拄到讲死嘅，唔是拄到讲死派啦，我去到位。检查到，烈肾病啊，天然子带去妇产科。我就这回我眼样选咋地嘞？头摆怎啊用痰用个？嘿，没经验了，食碱、血碱、内碱、血碱、甜碱、痰嘛用痰。你下唔是嘞？你下就该起码落去就有嘞。生营养上样上差啲咧，你还唔是想头发呢？你用啥是相亲呀？还是用办熟识的？用相亲，用相亲。用迄种意见哦。人相亲啊，就向下朋友想讲啊咩啊，就向下食饭啊，讲法到一个，我感觉佢。日本法安强，详细按照从学到得到新鲜冇重要，新鲜做下，安尼切，戆，了个人事业概念吼，讲法真强，日本法就按vai讲，按当中冇重要，从学到新鲜频繁，学到新鲜频繁，落实咩？按其后生理人真技巧，乜个都讲。嘛该没看过啦吼。嘛该四面给都低啊呢。我想了解人是的，这样子是有中医啊？是高铁呢？嘿哦。这样子是高铁呢？几久是高铁呢？当个是高暗天呢，我头摆抽票呢。嘿哦。我抽票来的呢。以后到暗部24酒，用个托布里啊，在属于个安尼托布里哈。2万酒装修啦，按照就菜就好哈。3点钟，我配3点钟，冇石头啊。伊啉个酒啊，安尼啉的时候就用讲法哈，就把夹子塞了些，我就讲法就接的时候，该2万酒3点钟叫。如果老给乡下食，我冇食，我讲酒。佢喺我陪佢食，1摆件啊，倒1杯嘅啤酒啊，硬喺我食，我食落去都冇聽到我講酒，我唔敢食酒，一食酒都唔敢食，講1擺就唔敢過喺我食嘅，冇聽冇錯，我都唔敢食，按就是安尼，食嚟反起嚟嗬，在日本人嚟講，就跟住特頭啦，嗬，就托。像个男友也无需要，计么改过诶？跟日本人要弹个什么是叮叮叮叮，佢车子有时安尼比，佢就唱那个，就唱。那唱流行歌，晓得唱这两首，唱下唱安尼啦。但不个天气没个看，因为讲天气个就跟人家老公个就跟，讲一般都冇感觉天气。你像我哋看电视是跟咩？我陪老婆。做皮卡硬哦，几百年算唔得。啊，今日我唔晓得讲咩，我明咗个事，都冇说。到早上头4点加就上去说，要学行我哋，差唔多开店要学行系咪啊？嗰時係艱苦哦，很難過。
要按冲的担头没有，就算唔得咧，想就算唔得咧。压力大。哎呀，我妈就讲，我小爸爸会咧，我妈就想我会咧嘛。几个人，handthuốc上架，台中嘅上架，handthuốc上架按嘟了轉來，嘟了轉來，嘟人送信來，一個信息單來嗬，我兩隻兒子打開落看，將個作太太打開落看，我講禮拜強了，冇辦法服侍，做下合格了，他聽人爸爸轉來啊，我強快了，嘟人都講，跟住他講乜嘅，拔出來吧，等於佢好好人家拔出來，都一點氣勢呢，我繼續當個係啊，繼續當個推電車，當啊吃白上去坐，看到安排唔敢講，一下子到台中，我想你到台中嘛會失敗咧，繼續東西先來打強心下呀嘛個，去到那個先生子太講下都走落去咧，都沒人在位咧，啊！都唔掂人辦事，乜嘢都唔掂，頭戲都真弱啦。到搬家後點就會搶起來，唔講搶起來，只同阿細郎惡數安尼咧。有一下子等落來，伊喺我講，你可能想認真台灣照顧，喺我講佢小，你小得落個冇小嘅，加上我就把我走出來講，爸爸點樣咧？你講，我點樣我行去喐唔啲咧？喐頭去按機唄，頭去當機，我就夾喺我細郎係唔先生，東西也是成個唔免好嘅嘛。去按機唔使夾伸手來面頭嗬，唔免好啊！都聽講嘅就兩排的，就再轉來的，一下那年就四排的，就再轉來的。用嘢來曬，又做菜脯啊！如果菜脯當好食，我本買個菜脯四鹹頭冇食冇香，你用羊肉用鹽熱落去，石頭炸好個甜湯做下皮咧乾嘅，就拿起來曬冇食。你甜湯冇炸，羊曬唔少都牛，都明啊咱就牛。牛啊，就是安尼炸開袂夠啊！咩？做好，知道。130个，幾多？这30啊？然后130个。啊？咱小庄拢一样，我唔知可能安尼少。你下30啊？安尼冇票。你阿個做講我，你哪？你個阿公嚟咧，兩個咧，我兩個咧，加在一起兩個咧。俺俩都冇咧，就像我自家咧，我哥、我叔、我姐、自強裝四排咧，像我自家咧，我老公就四排俩都像我自家咧，食安多咧，唔像我自家嗬，係啊，像那做阿冇咧，做阿冇菜咧，做四排咧。
阿妹、阿爸、阿嫂、阿哥、阿姊、姊昌，怎是别的无咧？哎呀，大家都讲人生保障啊，讲人生保障，就唔好安尼顽固，行路就按拼，咁嘛身材就唔好顽固啊。强看事就唔什么惊，头脑毛就唔是你，头脑毛唔是呀，就无啊，就多少拍的啦。我唔是呀嘛，我次次唔是呀嘛，我唔会惊，我彻底我求神明讲，我爱健康，我爱转，干嘛紧，唔好讲拖。我唔是求神明讲，我是长寿，我唔是安尼。我总求神明讲，我爱健康，我爱专家，要紧转，唔好讲拖拉，关键通爱调整你亲好。两下我唔是，我次次嘛唔是讲我是多些。头摆就改行就改飞我长下两错，长下两改长下了，伊讲福嫂，你说我是几多岁？我讲我是有70岁的以后了哈。伊讲我就没安尼笑，其实这个70岁只是别的，讲我是了90人岁。我唔是讲我是长寿，因为我讲我是几多岁，我70岁就退步啊，等人闹。你讲3岁孩子，真等人笑哦，80公等人闹，唔好是安乐，要等人闹，嘛笑歪歪咧，我跟你讲。